拿包点心。哎，好，你们好啊。哎呦，老梁啊，哎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好端端的惹藤原长官生这么大的气啊！哎呦，这我的错，我的错。你可听好了啊，我可是跟上面好说歹说才把你给保下来的。要不然别说是工作，你可是要进司令部大牢的呀！哎呦，谢谢。那您看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现在正缺人手，赶紧跟我回司令部去。好，走啊！特高侦缉科木村中佐下令，金井大佐授权，请长谷川少佐跟我走一趟。特高侦缉科木村中佐下令。尾井大尉，您是？你不认识我没关系，有人认识你。
喂，跟我走一趟。到了，把眼罩解开，下车吧。四位觉得这里怎么样啊？在上海，这里也算是个好去处了。一路上有什么得罪的地方，还请大家多包涵。我是特高课木村平太。木村中佐在这儿，的确让我们有点紧张。还想请问木村中佐，请我们来做什么？希望中佐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，不然我会认为这是对帝国军人的侮辱。不管你叫他们三个来是什么意思，但我藤原只对金井大佐一人负责。既然大佐不在这里，那么干死了。藤原大尉，叫你们四位来，就是大佐的命令。日本人一定会按耐不住的，但好在余秋霞同志的身份还没有暴露，他们能够怀疑到的，只是在内部有个军统内奸。可我担心的是他们怎么辨认，怎么查证，因为任何一个小小的疏忽，都会让天亮陷入危险。田成业叛变一事，我将正式向组织汇报。只要余秋霞同志还被关在提篮桥监狱，田成业就不会轻易离开上海，我们还有抓捕他的机会。天亮那边，您首先要确认他目前的情况，接下来的行动要按照他的实际情况来制定。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都要尽力保证天亮的安全。
这是大佐的靠梢，还是木村中佐你的安排啊？藤原大尉，迟早有一天，你会为你的傲慢无礼付出应有的代价。作为一名帝国军人，你发泄的对象应该是敌人，而不是一名老清洁工。老梁怎么会在这儿？那个间谍，让我看看你的反应吧。藤原大尉，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？梁先生，莫非你和藤原大尉之间有什么我不知道的故事吗？没有。他说没有。我高贵的藤原家族怎么会用他碰过的东西？好了，木村中佐，是该把话说明白的时候了。金井大佐究竟想要做什么？金井大佐怀疑，在你们4位当中，有一名潜伏的军统间谍，已经把大佐视为帝国最高机密的计划泄露出去了。如果真的像你们所说的那样问心无愧的话，那这次对于你们来说，不过是稍加限制的休假而已。没事的人自然会出去，而有事的也会离开，不过是以死人的方式。小心点啊！听他听话啊！来，听他听话啊！小王，吴小姐，您怎么过来？我不放心，过来看一看，这批货怎么这么晚才到？啊，船耽误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哎，好嘞。你们几个给我麻利点啊！哎，好嘞，动作快点。好。轻点啊！来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如果有关同计划的交易密电与我方叛逃人员没有关系的话，
那么金井推测怀疑的那个军统间谍，就真的存在。那我身边这3个人之中，就真的还有一个中国人。 你们谁先露出破绽？准备下一步。嘿。哎，这个对一下。吴小姐，我建议您还是回去吧。您瞧这仓库乱哄哄的，您在这待着确实不合适。 下一批货什么时候到？马上就到，您放心，有我在这儿，绝对出不了任何差错。王哥，啊，我看这是下一批货的货物清单，您看一下。好，让他们抓紧点啊！哎，动作麻利点啊！好嘞。
吴小姐，车已经给您准备好了。啊，这批货一定帮我盯紧了，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。嘿呦，瞧您说的，我又不是第一天跟着您，您对我还不放心啊？吴小姐，这边请。来。木村中佐，请问这是要干什么？写履历。请各位把自己的生平履历都写下来，写得越详细，就越能证明你们的清白。开始吧。长谷川少佐，如果你真的对大佐忠心耿耿的话，我现在说的话就是大佐的命令。写中国字。大佐，手续都已办妥，随时都可以安排他从监狱离开。人呢？人在哪里？在水军室。嗯。于女士，好久不见了。我已经答应了田成业的请求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根本没有田成业这个人。如果于女士把这么一个痴情不忘的人给忽略了，岂不是太可惜了吗？你就不想和我说点什么吗？老王，天亮有消息了吗？
原定的接头时间我没有见到他人。你说，他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意外暂时还不至于，不过天亮到时，很有可能被金井武夫控制了。如果真是那样的话，我们能做的就非常有限。现在马上停止，在早报上刊登联络暗语，以避免不必要的暴露。要想办法看看，能不能接近司令部，找到些有关天亮的线索。我会尽量想办法。组织上对老田的事准备怎么处理？组织上对老田的叛变非常痛心，但抓捕叛徒田成业已是刻不容缓。否则，他很有可能给党带来更大的损失。安娜，田成业背叛革命，背叛党。我真的是痛心疾首。我虽然理解他，但是我坚决不认同他。在感情和信仰之间，在爱人的生与死面前，只有最坚定的人，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你放心。我知道怎么做。报告中佐，字迹辨认有结果了。谁？从铜字上拆解下来的笔画书写特征，再针对这4个人的书写习惯，最大的可能就是尾井幸太郎。尾井幸太郎。中佐，尾井大尉，根据现有的证据，情况对你很不利。那个军统间谍利用文字向外传递情报，而我手上的证据，恰恰是一张未燃尽纸条上的几个字。尾井大尉，为什么字迹比对结果跟你的吻合呢？字迹吻合，可能只是你露出的第一个马脚。而我会根据这些线索，找出你更多的漏洞。说到字迹吻合，在我们4个人当中，最擅长画画写字的人是藤原忠四。他进入情报部的时候，凭借的就是他的痕迹学专。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模仿我们所有人的。继续。
如果金井大佐认定泄密的时间是在会议之后，那么当时最不应该出现在那儿的人是长谷川治。那个时间，他应该在电侦课进行政战教育和技能培训。那么重要的频道波长捕获，完全可以通过情报科内部电铃完成对我们的通知，而不是他跑进金井大佐的办公室。木村中佐，您作为堂堂的审讯专家，仅仅凭借那个简简单单的中国汉字与我的字迹吻合，就当作证据来给我定罪，而忽略追究更重要的线索。您不觉得这传出去会是一个笑话？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，情况对你很不利呀。有什么话，请直说。事发当时，你为什么没有在电侦课，而是出现在了大佐的办公室里？因为我截获了一个重要情报。那你为什么不以按下内部警铃的方式通知大佐？中佐一定没有查看当天的工作日志。我是按响警铃之后才去的大佐办公室。根据情报部的情报管理条例，截获重要情报，我必须第一时间向大佐汇报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真相。根据现有的证据来看，情况对你很不利。木村中佐，我知道你什么意思，也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。我仔细分析过。说，尾井幸太郎，他为什么能以一个低阶武士的身份进入情报部门？难道仅仅是因为他各项成绩都是第一吗？长谷川治，我们当中年龄最长的，经历过战事无数。可金井大佐把电侦课交到他手里，仅仅半个月时间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，这难道不值得被怀疑吗？冈崎圭佑被称为情报部门最严谨的人，有着跟他身份极不相符的沉稳和老练。他心里到底藏着些什么？把你自己的问题想清楚，然后告诉我。你们4个人当中，只有你身上找不到任何破绽，可直觉告诉我，越是这样的人，越危险。直觉固然重要，但证据更重要。您要找的是内奸，而我记得您说过，
如果那个内奸想从这儿出去，只有以死人的方式，而我没有做那个准备。魏将军，对不住了。魏将军，今天该轮到你了。日方有个同计划的行动，有人密电金井，用同计划来交换余秋霞。报告大佐，武田将军到。武田将军，请坐。别的事情我不便干扰你，但是你手下那4个人，我听到了一些不好的传言。将军，有话传到我的耳朵里，说是特高课的木村平太在我们司令部里抓人。特高课什么时候把手伸进我的司令部里了，就算你也不行。将军的教训，金井已经铭记在心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魏京幸太郎。我问的是你的中国名字。我没有中国名字，我是魏京家丁子都南魏京幸太郎。现如今我们做的越多，也许反而会适得其反。可是天亮他现在很危险。
我们现在只能相信天亮。